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屏东民用科技厂9月底发生火灾，造成10个人死亡，100多人受伤。事当时公司有答应留落来员工会分薪水分到今年底，不过公司煞伫11月中提出计划，要甲254个人洗头路。有员工咧怨叹讲，特别过年啊，才甲人抬头，即马连年尾奖金都领袂到。环保局人员采取透早来到民用客闸清理现场，9月发生爆炸导火事故的屏东民用科技，伊当时答应留落来员工发薪水到年底，不过伫11月中已经提出大量改革计划，明年3月2日进前会资遣254人，目前已经有204人接受资遣。我自己是选择要自己离职的，因为我觉得说，就是对我来说的话，目前给予的薪水是不足以支撑我现在的经济情况。三峡园区管理局表示，民用大火进前，本国这劳工有554人，移工105人，移工多数已经离境，也是转出境。提大量解雇的时，只剩382名本国籍员工。护工日期不明，造成人心浮动。民用表示，事前有调查留任意愿，有员工怨叹特别过年，民用煞大量资遣，也不发现奖，有员工表示尊重。公司有公司的考量，那我们完全尊重公司啦，提供一个优于劳基法的一个补偿。那包含就是说，每一位员工我们都开立了非自愿离职证明，那也提供了这个资遣费。那不管他在什么时间点离开，公司都是把它计算到12月底的薪资。早起手旁内，寥寥会当看到机库咧清理现场。民用大火毋但是公安事故，也烧出消防电力不足的问题。为此，消防局有备增设第3分队。政策第3分队有提报县府5个方案，来去做评估嘛。这个基层就要看土地的问题，看选择哪一个土地。消防局表示，除了增加分队，也向官府提出增加人员方案，目前等咧审慎评估，希望会当补足欠的人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